坛师、各位大军，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天音书店，以及咱前人在这个领导安排，今日这个发挥，那么和我相信前人的资源，要来咱们各位来探讨，到底伫目前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阵，到底是坊间成为正当的法律的道理。那么第二点，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道理。第三点，也来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去处如果是在道理。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美的家庭。因这个题目，咱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厘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美的灌输。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对这个美的灌输呢？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义和圣朝，我听说不超过10位。
纪律这种行动到达和谐。那么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就是这么温和庄严的所以我有很大的一种感受。修道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修，而是由我们实际的行为它的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没辜负佛先生教导我们，也没辜负上天赐给我们。那么我就不想最后我送给一国圣堂这两句话：道基永固，道的基础由现在开始，这是一个道理基础，永远坚固。德备法方，我们行道啊，这种德，将来一步一步变法，治愈全世界，把我们的天道的光辉发扬出去。谢谢各位。在刚才咱郭老师主持的谈这个谈心，谈这个鼓励。再来，中车的人一块钱，公益九。现在大家记得将声来中车伊个球。以游性为当考先守护先咱不管得全国总会，咱要讲考先公司，咱的天天勇敢我老先生，咱各位老先生，各位讲书。各位咱的同事，各位咱的母亲，咱的所环境，各位女性，来自中央各级医服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会，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咱的咱老太太，各位中心，各位主任。各位秘书、各位先生，今日是一个真特殊的日子。我老先生我有大家讲过，是咱看到一年有4个这个大节，咱今日是一个秋节的一个日子。咱以后圣人会当用到最好的一个日子呢。那么在利用有性的配用一零先场，利用还是编列，今天咱对是咱各位啊，安尼做来参加，来啊有性人所有咱家的信众来同意来投票，不但感觉讲欢喜，感觉真高兴。咱有性人经过5年的这个申请。政府呢，他从所有那么建筑这条顶顶这政条呢来准备，开始来体验，历时6年，这中间也是咱5年的初期，
那么出现理由，所以才会当讲人民中间群情激烈，啊，医生，大家呢要讲切刷清下，完了最后咱能够顺利圆满来完成咱性命的修行。一开始，咱大家在面头前呢，就是一做真正规模、真正雄伟、真正庄严的一个建筑本。这建筑本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道途。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的愿力，就是前论的出兵，那么共同来达成的一个道途。所以这道场从今日开始来启用，那么伊就是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特殊的一个公民力量。咱大家所在一般道，那么道亲呢已经将近200万岁，200万人，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我咱法律不足，会当通不妨着大家遵守法律，盲去完全的遵守国有的伦理原则，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宗教。所以呢，有这一贯的存在，一贯的发扬，那么呢，互咱社会啊更加安定，人心更加祥和。所以这个是，咱这个内容啊，有真特殊的意义。咱希望讲，咱从今日开始，咱关于这座这大的道理开始来使用呢，咱大家爱好好啊来做，因为会当让更加细个事情来教会，那么最后呢，会当做出激发社会大众。当时咱换到，那么这个道义、道德的核心，那我们明白，到这个来这个来实行，那么这样子打造物为生活，打造生活中心，有些人对，那希望咱5年，那么菩萨。教母之啊，咱人都会当记录着，咱正7万年经典，才如果的这心，那么呢，咱心清净，大家会当通过早起来过这种，我咱社会真真正正来到处修去安慰，而且境界，那么咱有些本身啊。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让咱努力按照咱有性人那么重要的努力，那么给咱利用来所谓也来所谓观众，所谓贵宾，各位有请娱乐，有请时间。
来拜访神岩山庄义和圣堂，道亲要列队分离。神岩山庄义和圣堂。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贯道总会带领道亲来神岩山庄义和圣堂参观访问。欢迎欢迎。哦，欢迎。欢迎欢迎，哇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哈。欢迎欢迎，哦，欢迎。欢迎欢迎，哈哈。哦，都到亲来，神岩山庄义和圣堂参观。贤贤精神可嘉，不怕困难，来参访道场。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好多辆。叫咱几点推，哦，干哪？他几位几点推？大家可以推下来推点，谁都可以推点。全大的，欢迎欢迎，哦，好啊好，欢迎，欢迎欢迎，哦，欢迎欢迎，哦，好好好。欢迎欢迎欢迎，哦，哦，欢迎欢迎，哦好，特色，咱来咱道场，相信讲，咱拢一师之道，一母之子呢，会当来将咱的道场，搁再来用心发扬光大。我相信讲，这是咱今仔来的目的。因为时间非常的真紧啊吼，咱预定吼，要请到咱的这个义和圣堂的，咱讲咱的李总干事吼，因为这个讲师的主编，预定要甲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差不多30分钟啊，30分钟。30分钟完的时阵呢，来请到咱的会员吼，这国老落去参观吼，参观。预定就是4点40分吼，啊，准备就是要复归，要起定吼，要转来咱的故乡吼。4点40分，4点50分上车，哦，啊，就开始，咱12台车咧，慢慢就复归。我想你讲，今仔一路那个旅程吼，应该是讲安尼，互大家真欢喜安尼，啊嘛唔敢互大家各位伤老舍，伤暗转去啦，哦，所以讲咱今仔来，时间是重点是的，下摆若有机会，恁大家若有想要来，啊，你就甲咱机会，也是咱国。道场各组团的经理来报告，安尼来讲吼，1台车、2台车、3台车，也是旅行车、轿车，我相信你最后来，咱的迄个李总干事呢，伊会足热心，靠时间来陪咱。啊，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咱的
监人、副监人，若是遐点文书，拢去国外吼，开发落5工啦，吼5工，所以伊也有拍电话转来，真抱歉啦吼，无法度来亲自甲咱连接，因为拢是国外吼，所以讲大家吼，到伊的时阵甲就做吼，时间非常的宝贵。恁若手中若无甘露水吼，举手就要紧吼，喙焦吼，伊迄陪护人员吼，志工吼，伊也看袂到吼，你有摕到甘露水无摕到嘛，毋知吼，你若无举手吼，大家免细意吼，无咱请着咱总干事吼，过来甲。各位点老师，各位青年大弟，大家午安。欢迎咱诸位大弟呢，莅临阮这个义和圣堂来甲阮孙指教，来甲阮普教。那么因为阮这点老师呢，拄啊拄好去泰国开这个法会呢。所以呢，袂有通咱转来算甲咱大家迎接，作这个安尼真歹势。那么，阮这个内底先这个也是简单的这个讲解呢，我就请这个帮领人，请帮领人来甲咱慈悲来咧帮领人咱即摆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尽量把握以上。来站下来，欢迎。各位点文书，各位青年大弟，大家午安。希望着咱天恩祖德，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吉良因，以及着了咱老前人5代医生，而今仔日呢，咱因为咱前人呢，当然也是住伫咱山头顶，咱因为咱前人90几岁啊，所以有可能伫行动方面较袂遐勉强。那咱负责人，咱点文书呢，全部今仔日伫咱11月初3到今仔日初7，5天伫咱泰国咧开发会，所以呢，袂当呢来迎接着咱各位点文书各位青年大弟，用咧讲真正抱歉，真正抱歉。那而且呢，学校呢有受到了咱负责人的慈悲指示，当然呢，因为咱拄则有请示着咱点文书呢，咱中华单位点文书，伊讲咱各位大家时间上的即个会拄好，所以以半点钟要参咱大家做一番咱义和圣堂有一寡咱迄贯道的即个文化。当然呢，因为互我拄则有听着咱点文书主编讲4点40分要上车，如果若到半点钟，可能咱要看的，咱要去大家所在行行看看，时间上可能无拄好，所以互我尽量以简短的言辞以简单，互咱大家会当做一个概念，咱等一下呢，起来咱各地各所在呢，甲咱参观指教。那因为伫这当中呢，当然因为咱这是拢电脑投影的，所以呢，当然嘛是要咱电脑人员来参咱配合。那因为咱伫拄则要起来呢，咱伫这个楼梯前遮呢，有一个青岛石所拍，叫做九龙盘宝道。那你这个九龙盘宝道呢，当然伊的意义，因为时间上关系，我简单啦吼。九就是用的结束，那龙呢，若要甲讲是一种的姓氏，
过去以来，咱大家拢点来讲，咱人就是万灵之灵，即个万物之灵长，所以咱过去以来拢讲，咱人就是啥龙的传人。所以呢，咱人若真正要达到真正咱后日要归根认母，咱必须爱真正回到咱过去伫李天所来的迄种顺用的即个灵性。所以呢，教就是用之极，教就是用之极，那量就是即个性性，所以就是至尊至贵。咱唯有就是一定爱得到咱修到了后，真正真修实行而。恢复到咱本来面目，而咱真正安尼才会当倒转到咱归根认母的所在。当然呢，互较简单吼，因为咱为了节约时间，咱这文字呢，咱省略起来。当然呢，若如果讲咱各位这个大家有需要，因为咱这有一个简介吼，有这个介绍，咱会使时间上来拄好来，咱这若拄好还佫有剩，咱会使做一个。互咱各位方便。那因为咱对联呢，当然呢是咱伫即个咱要入一个大门。那因为当然咱义和性长，就是咱由咱河道前人，咱明月祖河道前人，而所属内面，咱义和性长就是31单位其中的一个单位。咱31单位其中一个单位，所以呢。咱依个了义和两字，就是咱过去咱前人的活动呢，受了身份所教咱方式，所以咱原在依个义和性质。那这个义甲和，就是讲大家会当呢，以义就是讲发出给咱的慈悲心，而道亲呢，而会当大家和洽，人讲以和为贵，以和为贵，所以才依个咱义和做这个咱性质的这个名称。那你伫咱即个入来的大门呢，两边边仔呢，伫大门边有两边边呢，有一边大边就是咱定殿元帅，那小边这边就是咱定殿将军。咱定殿元帅甲定殿将军，就是咱师尊的即个惯习，咱师尊的惯习。那咱师尊的惯习呢，伫打帮助好了后，而呢伫即个成道了后，是咱老本有贴福。定殿元帅，甲定殿将军，当然咱定殿将军，阁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咱三天主客院长大人，所以呢，这是咱两边的这个一对的这个咱师尊的这个惯习，定殿将军加定殿元帅。那当伫这个大门呢，咱这个大门呢，两边边啊，拄好刻。高威灵，高价的这个灵，那因为高九龙呢，就是至尊的这个意思，至尊的意思。那伫这个中门呢，有可能咱大家较无了解，咱这个中门就是咱副前人慈悲，各位点文书慈悲，因咱前人、副前人以及各位点文书，而且也是咱足侪前人内定呢，大家共同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创意的，咱的大门跨度呢，拄好9尺9寸，中门的这个高的跨度拄好9尺9寸。那你为什么要用9尺9寸呢？因为这个9尺9寸拄好差1寸，拄好10圆满。那因为呢，如果若用到10用到满呢，伫菜根档内面甲咱讲满交顺。所以咱前年有前年各位点文书慈悲呢，拄好留了1寸，迄个1寸也拄好是啥？咱大家过去伫咧求道时阵，咱玄关的所在拢讲无做啥？方寸保定，甚至呢，留迄个1寸，留迄个1，拄好啥呢？就是讲1就是道的代表，是道的尊贵，所以迄个1是啥？就是留了1线的生机。留了1线的生机，所以才呢用到了9尺9寸来做咱大门的这个跨度。那咱大门呢，伫这个中门甲两边小间呢，
拢有了一对的即个门框。咱过去古早时代门框拢用啥？拢用铜做，用铜镀的。但是呢，咱医学性上的门框是用茶刻的。咱所有拄好包含咱三楼呢，先天不同呢，所有拄好对大门呢，所有的门框拢用茶刻。那伫即个门框内面呢，拄好有分着了西头、北挂加五号。那因为即个西头呢，咱即个文字有甲咱解说，以门框以三合一的即个构造，就讲西头一般的寺庙，就是以西啊来讲，西啊伫咧顶山啊，还是顶庙，这一个顶殿实在是独霸一方的意思。所以呢，咱即个西头呢，就是有了不可侵犯、有撇邪、有定煞、有保平安的即个意义。所以这是咱过去一般寺庙自古以来、自古留落来的即个意义。所以这是咱西头呢，以定山之寿为主，这个西头。过来第二呢，讲第二点就是以八卦。那因为八卦呢，若要甲讲呢，就是因属着了过去咱道教因为八卦就是调理天地阴阳调合，天地汇合。因伫这个当中，人讲天地不可一日无好气，而咱人呢嘛袂用一日无喜气。所以喜气，毋是讲咱找一件喜事，就讲咱人嘛袂使一日无笑容、无欢喜。所以咱过去来讲，咱人爱时常啥，日就时常面带着3分的微笑。甚至这个笑呢，若要甲讲是一种世界的这个语言。所以咱人若咧笑，自然当中咱心中所有一切烦恼、痛苦种种呢，拢抛进脑壳。所以呢，咱伫这当中呢，八卦就是有一种调合着咱心理上，而调合着咱一种精神上足好的这个强定。所以呢，尤其是咱过去若要甲讲呢，若要去看人，若要去用画面上，要去论种种一切的描绘，拢有时仔嘛爱去念卦，甚至去用相命。所以这个八卦呢，就是有一种，因为咱人呢生存在了这个五行天地之间，咱拢游玩一境凡夫俗子，拢还佫受了阴阳的拘束、五行的拘束、八卦来拘束掉。所以咱修行道就是要跳出三界。要超出五行的原因，就是这样。过来呢，这个五号，因为咱五号就是用五者偏号做代表。咱以五者偏号呢，这个五号呢，咱一般过去固定的所甲咱流传落来，咱人的五号也就是啥讲长寿，而且都是富贵，都是空灵，尤其是呢品德。有品德，甚至呢，搁可奖命。所谓之可奖命，就是讲善终的意思。所以后壁面又甲咱解释，以80岁以上，咱讲叫做中寿。所以咱来看，一般咱人若往生生道的当中呢，也是归空的，80岁拢较矮。尤其是呢，咱有一种的意义，讲咱过去古早时代，若真正做到五代祖啊。迄个第五代孙呢，爱比矮来无啊，所以呢，这讲80岁以上叫做中寿，若70岁以上到80岁叫做中寿。所以呢，咱一般人若是70外岁，拢就甲本红仔色；若是60外岁、60岁至70岁，拢就是用白色的。当然呢，若如果讲伫人生的过程中未满60岁就嫁子。一般呢，人拢叫做啥？拢叫做较短命，要是讲叫做较短命。所以呢，咱即个五者偏方的以五号，就是用即个偏方来做代表。所以咱也会当中寿富贵丰盈，品德较可奖命的，因为讲咱人生已经拢达到圆满，先天后天嘛拢圆满。所以，搁入来呢，咱即个到大殿呢，咱拄则呢。伫咱1楼的时阵参加迄个所在，咱毋要注意也头壳去看无。咱的顶面叫做即个图样，
那这个都邮呢，就是三旗的代表。伫中央这个呢太监，咱就袂青，因为呢，咱拢知影三旗目标第一旗青旗，就是以青为代表，所以呢，当时是道家应运，所以才以上以太监两旗做表现。佢哋第二点呢，就是以八卦，而迄个底是用红的，因为咱第二旗红阳旗。咱拢知影，讲就是由了周朝文王的时阵开始，以文王做了后天八卦，所以呢，以着八卦来做伊红阳旗的应运一种的场景。佮过来的外电呢，咱迄个底色用白，咱呢规个片的当中拄好用高加零来处理了这个外壳呢，所以呢，也代表讲咱白阳旗就是咱。良华大会，而咱拢就是良的传人，所以天道呢以良为代表。边仔呢，咱迄个世界迄个有用八甲凤，那迄八甲凤代表坤道，所以伫咱三旗目标，咱乾坤拢爱倒转来，咱修的行道要倒转来，真正参与着了规件人，要参与良华大会。所以咱即个呢，当然呢，咱即个嘛，外壳是世界，内面是圆的。所以伫咱个人内心当中的修持，咱来圆满；伫咱外口的待人处事，咱做事嘛爱记。所以才讲咱做修行学道，甚至做人做事待人接物，咱一定拢爱啥？爱是爱达到规矩，圆的叫做规，世界叫做矩。所以这是咱后天这个拄则咱头壳顶头也去看，这个有拄仔有这个图像，做了三旗的代表，甲咱待人处事修行学道一种这个场景。这是咱文字上拄则遐个解说啦吼。那咱即个到大天呢，就是咱楼骹，咱称为是后天段来讲，咱有服侍了，用就是咱即个弥勒尊分，而呢，咱的大病这边就是咱南海古分，咱小病这边就是咱济公老师，因为呢，咱这三尊来讲，伫中咱拢知影讲弥勒祖师，咱现主是白羊旗，就是弥勒祖师伫咧掌天盘。所以呢，这当中呢，咱弥勒祖师，因为咱直接互我甲咱做一个报告来讲，咱这三尊呢，毋是用涂料的，嘛毋是呢用石仔刻的，是用啥？是用茶刻的。那茶呢，这三尊茶拢总无夹，拄好单单一块石头。所以咱弥勒祖师这尊呢，拄啊好1600年的树龄，咱就是咱大陆的这个橡木，三尊都是橡木刻的。那两边两尊是600年的这个树龄。所以咱弥勒祖师呢，咱现主是白羊应运，所以咱弥勒祖师就是伫咧掌天盘。那咱南海古分呢，因为伫咱白羊旗这个时期呢，是咱南海古分伫咧掌甲盘，就是掌人盘、掌甲盘。所以咱真诶，南海古分，咱即样讲闻声救苦，大慈大悲观世音。搁过来呢，咱济公老师呢，就是伫咧掌道盘。所以咱真伫咧传道，拢是由着了咱济公老师来伫咧办理道办好一中三旗大开普渡，所以咱后天段。咱都下底遮学习这三尊人物啊。那咱搁过来呢，咱伫1楼甲4楼伫大殿的两边边啊，总共拄好有咱64代祖师的这个圣像。那因64代祖师的圣像，咱拢总拄好70尊。有时啊呢，过去有一寡咱兄弟姊妹说，64代祖师的64尊尔，太有70尊。因为呢，咱64代祖师有一代是两个祖师，互较比一个呢，就亲像讲，咱孔夫子传互了颜夫子的时阵，那因为颜夫子呢32岁就来成就了圣人，
所以才去传落了前主，所以迄代就两个。那伫咱周朝文王武王的时阵，迄阵洪阳初开的时阵，迄阵一代有了文王武王、周公甲强，即个咱一般称呼讲做强诸啦。所以呢，因迄代所以呢，伫迄64代祖师当中，拢总有70尊。但是呢，咱世尊释迦牟尼佛呢，伊并无将即个道运，因为咱拢知影伫东方18代呢，前18代到达了明主的时阵，倒转西天了后，有了释迦牟尼佛，就是咱世尊的字呢，来将了即个天盘的时阵，但是伊并无入了祖师的即个位，所以呢，伊传了第一代叫做迦叶尊者，但是呢，咱有世尊释迦牟尼佛的圣像，所以总共有70尊，有70尊。那说过来来讲，咱起来即个咱三楼的即个大门，咱三楼即个中门，咱三楼的中门呢，就是刻着了伊挂星甲两边，拄好刻着了28宿。一及着了南斗星君甲北斗星君，拄好伫即个中门甲两边小角，有了28宿南斗星君甲北斗星君。因为咱拢知影，伫即个咱点文书伫咧点道的时阵，有了即个28宿的即个一切良报好报、同报利报即护法神呢，所以呢，咱即个大门呢，两边边都以28宿来做咱的即个墙顶。那咱正所看的咱三楼先天佛堂，就是咱老母娘的即个圣殿的当中的，咱所看对面即个看过即个，即个咱老母娘的即个牌号老母娘牌号。那这是咱老母娘的即个牌号那当然呢，中央呢牌号中，迄有一个20字，这20字呢。就是对咱老母娘一种的即个尊称，尊称。当然呢，可能咱这年代顶呢，有诶伫这20字当中有了解，有诶无了解呢。若是无了解的，咱请咱点文书准备无要紧无直接甲请了解。这是咱20字的即个牌号的即个宝字，而且呢，咱若无了解呢，都要大家都看一下。明明上帝用称以至尊至贵三界十方万灵真赞，这是咧对咱老母娘一种即个尊称。那咱牌号的两边呢，有了即个左边有开南边，因咩正宗圣业圣德标宝成万灵山；右边的过丹路一贯真传慧明生法永续义和圣堂，这是依着咱成万山义和圣堂呢。承接着了咱过去咱师尊师母一脉相传落来的即个心法，所以呢，咱真人不真人，各位点文书主编呢，用安尼来做一对的即个对应，伫即个牌号里。那伫牌号两边呢，就是有了咱关圣帝君甲如先祖的即个圣像。咱拢知影，关圣帝君就是代表了。咱若伫求道时阵，代表了上礼顶；如先祖代表下礼顶。伊个咱关圣帝君甲如先祖，就是伫咱白羊鱼，就是咱老母娘的左右相，左右相。甚至呢，也是咱伫白羊鱼当中，咱8位法轮主当中的其中2位的即个法轮主。咱伫即个三楼的顶面呢。拄好有即个地图建模，那咱即个地图建模呢，迄个造型拄好像一粒晶同款。咱等一下若去看的时阵呢，拄好一形刻拄好一粒晶。那迄粒晶呢，就是承受着了咱河道真人伫过去，咱河道真人要成道之前呢，有拄了即个律书，其中一本叫做《在格金经》。那因为金经在遐，就是要唤醒着咱所有兄弟姊妹，要启发着咱的即个良知，要来启发着咱的良力。所以伫咱正现在呢，咱修行学道，咱各位真人大众呢，会讲
用着咱的良知良力，尽量真正来度化得了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咱这个地图结网呢，顶面的构造就是用着咱明早暗烧香的这个烧香礼，先佛的这个圣号，一块一块啊，把这个摆得起来。所以对咱明明上帝，咱天地君亲师，对咱明的祖师开始，都好到咱这个圆教大圆当中，所以依着了咱所有烧香礼的这个混合圣号，以咱这个这个地图结网台做一个拄好金晶的这个形体。那当然呢，佫过来就是咱圣神当中两边所有圆条的一寡这个对应。当然，咱可能拄食开时阵，有发觉到无？咱二号圣神所有的条呢，拢全部用白。如果若无按这个易经时呢，就是用啥？两边边啊，就是用油菜。所以咱所有的条拢全部用白，全部用白。那伊时间上的这个关系已经4点要20分啊。那咱后手还佫有20多分，方便佫甲咱耽误时间。只要用这高车互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简介。当然呢，咱各位的智慧用咧讲真正悬呢，真正好。等一下呢，咱伫参观、伫欣赏的时阵、伫看的时阵，那咱二号圣神有啥物不足？当然不足难免啦一定有不足，而且是需要改进的。盼望咱点个书，咱各位前贤大家会当呢，甲咱二号圣神做一番的这个指导，而且呢，代表着咱二号圣神，咱所有的道亲以及咱点个书，咱负责人。欢迎着咱各位逆流到咱二号圣神，甲咱参观指导。最后，祝着咱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各位。帮遐人呢，才用心去甲咱说明咱讲因咱的二号圣神伊的敬天地甲理心明伊的这个文化甲传承呢，可以当做互咱一个，咱讲一个参考。咱今日非常感谢着二号圣神来遮尔热心，遮尔用心，遮尔感恩的心来甲咱招待、甲咱服务。伊管着中华关基会全体的这个会员，甲这李干事这经理呢，为着表示一个敬意，有借着一个，咱讲这个人讲话说天，咱讲神龙啦咧龙啦拄你讲咱咧龙就是最高呢，送一个金龙呢，要来送互咱义和圣堂。请着咱你管着基会这个副理事长、陈邦经理呢来赠送，请咱义和圣城的总干事李总干事咱林经理你去上台伫台顶咱以掌声呢来甲感谢，请咱这个林丽英来甲造一下这个造业一下啦，林丽英咱这个项目队长甲起一个演员拍拍大家，林丽英有来好，非常感谢感谢。各位前贤咱时间非常宝贵啦一个时间确实真无够用。咱这个各位有4大祖师，拄仔迄个帮讲师讲咱有70个这个祖师呢，要互咱参考。咱各人甲参观一下，时间非常的无够用啦。咱请上台迄个角度甲伊参考一下。了以后，咱预定呢4点40分，4点40分，20多分钟的时间啦慢慢来行，咱预定4点50分呢，迄个要上车，各位呢爱伫后摆有机会，咱较有时间，咱就讲伊主要是恁有一台车也好，轿车也好，
也是讲咱的道亲吼，迄个国父堂要来甲参观，最后你有上电话，咱联络着咱的做李总干事呢，一定足热心来甲咱说明，较有时间伊咱要学的方面嘛较济，咱再度来感谢咱的李总干事。伊讲迄个以后若伊资料搁咧做啦，以后出来中间呢，爱前这中间咱才来送互各位，无咱迄个今仔时间完啦，差不多咱大家安尼从咱的这个甘露水老里面甲啉啉完了后，咱若爱方便了各楼来甲参观一下，咱慢慢的，若参观好了以后，即移位就做来车顶来车顶。咱准备要复归。咱注意一下，咱这边有电梯，两边拢有电梯啦吼。咱行动啦，较方便拢坐电梯。咱脚路较好会使坐这个楼梯咧。有这边拢有两个，这边有两个安尼，吼。一贯到彰化县知会身心旅游重要之旅，参观神野山庄义和圣堂。民国93年11月7号。在停课修伟在停课。一贯到彰化县知会道亲身心灵，小心身心灵重要之旅，参观12个地方。下午参观神野山庄义和圣堂。民国93年11月7号。
道亲精神长人，不怕辛苦。一贯到彰化县智慧真心灵宗庙之旅，开端成年的义和圣堂。同样的是，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然后南圣帝君护法，无有帝君护法。道亲非常的恭敬，逆时针前对离正，巽凯艮坤。慈母心语，苦海流，内海流，流来流去不回头。永在苦海流，垂金线架汀洲。一贯法航四海流，错此别无洲。苦苦红尘披露参，朱颜并霜天。越过千万里，车路滚转千万里。独守清规立标杆，道成尘灰心，师徒泪胡脸。宁愿你软禁数十年，流上天涯观考你，叛徒到红展。万众朝天。济公老师慈信，
我们修道修心，我们办道尽心。我们不与人家比短论长，我们不与人争强斗胜。我们委屈自己，圆融十方。我们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任人践踏与毁谤。我们要低下头，我们理直气壮，我们屈身自如，我们悼念坚强，我们不白牺牲，我们不白来世上，我们不白过时光。虽一人仅系多少苍生幸运，看重自己，不需要彷徨，不需要受自己的爱障，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让千万人安安稳稳地直上，让千万人沾到石灰之光，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的浩大，让千万人了脱这苦海的汪洋，让千万人的九贤七祖一起沾光。一贯到彰化县知会道清举办身心灵宗庙之旅，参观了12个地方。下午来到了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有12辆游览车。这是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得到状元以后来过状元桥，所设计的状元牌楼。正前方是慈心亭，到清来参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正前方是慈心府。弥勒祖师掌天坛，观世音菩萨掌结坛，是掌人坛，济公活佛掌道坛。这是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得到状元以后来过状元桥。右边是德摩天地，左边是道观古今。这本来是称赞孔老夫子的。现在是儒家应印，儒家复兴，儒印复兴，儒家应印。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老母娘的殿堂，不用传承自主之身，三界十方万灵真照。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照。这是老母娘，是我们灵性的母亲。左右护法，关圣地区，无右地区，李先祖。这样衍生出来，最后你真的是团透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世人所得到的快乐是很短暂的，而且他们最后真正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烦恼。各位，这种短暂的快乐是比不上圣人学道、追求真理的快乐。孔子他在《论语》里面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民事而慎言，就有道而正言，可谓好学也已。你看这句话最重要的是哪一句话？最重要的是哪一句话？一个君子啊，一言
会当食做歹的，大做歹，伊做代志是底线。伊最重要一件代志是要去承认有道德的人，来端正家己的品质、家己的品行，就有道的声音。所以，孔子因迄时的时代，一个君子嘛，伊是立志要学道，是立志要追求真理。因食做歹，大做歹，因做歹拢无要紧。今年安尼个地主，认真求道学道，追求真理的学生，孔子认为这他是一个好学的学生。原来孔子伊上赞叹的学生是啥物人呢？就是颜回。颜回伊一生去帮忙福音，二六时中，即使他在穷困之中，他都不离开这个道，他永远都是用一种很快乐的心情在追求这个真理。这是孔子赞叹颜回的一句话，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我的学生，上盖我的学生就是颜回，上好上好，贤啊，贤哉！伊食做歹食一碗饭，配一碗白滚水，拄住一个，伊可能无厝通住，伊个住的所在是住伫人个巷仔。这个巷仔内底厝也同厝也之间，用个布犁还是布行布犁，简单讲，就是怎么样，违章建筑内底，伊是住伫一个违章建筑内底，陋巷，简陋的巷子里面，并不是讲住在简陋的屋子里面。你看颜回真的是生活条件真的非常的穷困，但是他很快乐。他说回也不改，他不会改变他快乐追求真理的这种态度。这是孔子最赞叹颜回的。他甚至认为他自己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在圣人的生命之中，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事情，请投出圣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个阶级。在圣人的生命中，他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学道，就是追求真理。贫穷富贵，他认为这是身外的事情，是我们身外的遭遇，它跟我们的心性是毫无关系的，是跟我们的心性毫无关系的。但是我们一定会想，颜回他过这种贫苦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好乐的？他到底乐在哪里？或许给他想一想，或许感觉颜回是知足常乐，因为颜回知足，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领悟到我们的自信本来就具足，我们的心性具足了一切，非常的富有。这种具足的充足的感觉，让颜回不仅可以安平，甚至他的快乐就在这个当中。这是颜回为什么他能够安平乐道的原因。我们的自信什么都有，我们还需要去追求什么吗？虽然颜回他很短命就死去了，孔子也非常的悲伤，但是你知道吗？他是成道回去的，他是真正了解了他自己生命要走的路，他是走着这一条路回去的。这就是真理，他已经追求到了。他用了30几年的时间追求到了这个真理。各位，你想一想，我们即使活了100岁，你有把握你可以追求到这一条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要走回去的路吗？可能你都没有这个把握。但是我们很庆幸，我们遇到了山崎古路，我们遇到了大道普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
的仙年大道，我们是不是要感到很快乐呢？你能够得到，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有的人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才得到，甚至有的人要花好几世、经过累劫累世，他未必得到。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庆幸我们得到了。孔子自己本身，他在颜回死去之后，他只想一想，我自己能不能做到颜回的境地？他去考核自己。他说：“饭出世，出世就是出饭，饮水，就是说他喝平淡的白开水，屈肱而任之，弯着手背当做枕头，就这样就可以睡觉了，不需要吹冷气，不需要盖很温暖的被子。他的快乐就在心中产生了。他甚至呢，在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到，如果透过不义得到富跟贵，这个富贵就要跟我来讲的那种天空上的浮云，他是抓不住的。不过或许感受到颜回境界真的是高一点，颜回根本从来不去谈到富贵两个字，在他的脑筋里面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富跟贵，但是孔子他还会去衡量，富贵可得，在合理的状态之下可得他就得，不可得他不会去得，因为不易得到富贵，他的精神会很痛苦。所以我们知道孔子是追求仁、追求义的一个圣人，他不要这种不义的富贵，这种不义的富贵在精神上他是很不快乐的。有一次，孔子的弟子这个子路遇到这个社公，这个社公呢就问这个子路说：“你们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孔子就说了，子路他没有回答，那个子曰应该是子路说，子路没有回答对，然后孔子就说：“你怎么不回答？”他说：“其为人也。”他说：“我们老师他的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师将之于。”他知道要追求真理了，他常常会突然之间勤奋起来，努力的去追求真理。当他勤奋起来，努力去追求的时候，他会忘记了自管。他会领悟到真理，这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快乐。这个快乐会让他忘记了忧愁，甚至会让他忘记他已经快要老了，他就要衰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快乐是什么快乐？它是一种悟道的喜悦，它是一种法喜，是一种心灵的喜悦，是一种让我们真正可以从内心世界呢激发出喜悦的感觉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喜悦。所以当你的心中充满这种喜悦的时候，一切的忧愁当然它就会消失了。这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离苦得乐，什么叫做离苦得乐。以前甚至呢，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绝对不是物质的享受，它是一种心灵的充实。物质条件太好了，反而我们的心灵呢会容易空虚，更感受不到那种太快乐的感觉。以前有一个快乐的鞋匠，他住在一个小城里面，他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他每天都很快乐的，一边工作一边会唱很多的歌，一天下来工作下来唱了很多的歌，非常的欢喜。他每天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唱歌，快乐的过日子。但是他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非常的富有，但是他很不快乐。他在旁边非常的羡慕这个鞋匠为什么能够这么快乐。有一天呢，这个富翁他就去拜访这个鞋匠，这个富翁就对这个鞋匠讲说：“你是一个这么会唱歌的歌手，我每天都欣赏你美丽的歌声，优美的歌声，我都可以感受到你心中的那个快乐。我真的好想付给你一些钱，因为富翁什么最多钱最多，对，所以他就想要给他一些钱。那富翁拿了一大笔钱给这个鞋匠之后呢，这个鞋匠拿了这个钱之后，你知道他真的开始产生烦恼了。他烦恼这些钱要做什么？
从早呢就烦恼到，他就忘了要工作，甚至他忘了他要唱歌这件事情。这样几天之后呢，这个鞋匠突然觉悟到，这一笔钱给他带来了烦恼。哇，这个觉悟实在太重了。因此呢，他就决定呢，把这一笔钱呢拿去还给这个富翁。之后，这个鞋匠没有烦恼，他仍然过着以前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唱歌的快乐日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快乐原来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你向内心去追求，你就能够得到快乐。所以孔子他说了：“乐亦在其中，快乐就在你的心中。”快乐就在你的心中。甚至我们可以知道，真正的幸福快乐，绝对不是从外在人群中去找到的，它必须从自己的内心里去找，才能够找得到。更重要的就是说，这种往内心寻找生命动力与目标的这个行为，我们就把它叫做修行。所以，为什么古时候的圣人他们可以乐在修道之中？因为快乐在心中，他努力的向内心去怎么样去追求这个目标，他自然能达到乐在修道之中。所以，当你努力修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要求得一个平衡，要发现一个中道，要学习，不要沉溺在现在生活的享乐之中，要让自己过得很单纯，越单纯越好。像孔子，像颜回，粗茶淡饭，越单纯的生活越好。不要以外界的活动来过分的生产自己，而要让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简单。这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宁静，你会找到我们宁静的心，你可以仿佛可以归真，你就找到了自我，你可以回到我们心灵的本家。这就是我们万灵生命这一生终极的目标。颜回能够安贫乐道，孔子能够任意妄为，就是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今天得到，我们先得后修。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修道是要在心性上下功夫的。你越用心去体悟，你就越能够感受到心中的欢喜心。而且生活之中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悟到。你知道扫地也可以悟到吗？佛陀有一个弟子，他叫做周利盘特。佛陀这个弟子是一个智障生，学习能力很差。但是他有一个哥哥，这个摩诃盘特是一个资优生。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向佛陀出家学习佛法。佛陀教他们佛法，教他们这个伎语。他的哥哥一下子呢就怎么样就学会，但是周利盘特就是学不会。他私底下就很努力的学，但是他哥哥看他努力的学还学不会，就决定教他，教了他一整天，他还是不会。他哥哥更加会努力的教他，教了1个礼拜，他还是不会。再教他，教了1个月，他还是不会。他的哥哥从很有耐心教到没有耐心，教到发脾气了，告诉他说：“你太笨了，你回家去了，你不要修行了。”周利盘特真的很伤心的离开了他们的精舍，在精舍的树林里面，在那里悲伤的哭泣。他痛苦的哭泣，刚好被世尊碰到了。这个时候呢，世尊知道了他这样的情形，就说：“我来教你。”他带着周利盘特回到精舍里面来，拿给他一扫把，教他4个字：扫尘除垢。叫他每天在精舍外面的树林里面打扫，打扫的时候一边扫一边念扫尘除垢，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时间已经不能带走，可是依旧盲目的恋歌执着。其实眼前的每一也只是海市蜃楼，是否能够甜甜什么都不迷惑？在你赋予的时候，有没有心人有的？假的事的关头，生与死是否能抉择？在你混沌的时候，能不能无怨有忧？在每个迷酒的时候，你会不会来回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快乐是不久。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拥有是什么？知道时间已经不能带走，可是依旧盲目的恋歌执着。其实眼前的每一也只是海市蜃楼，是否能够甜什么都迷惑？你赋予的时候，有没有心人有？假的事的关头，生与死是否能抉择？在你混沌的时候，能不能无怨有忧？在每个离酒的时候，你会不会来回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快乐是不久。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拥有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快乐是不久。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拥有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拥有是什么？OK， 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二哥哈，他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下次上课我们会去参访的事情。那我们那个二哥读完之后，欢迎二哥哈，二哥一起来。欢迎。各位前贤大德午安。同学跟各位报告一下，那我们12月12号我们的一个行程安排，早上，新民班跟智商班的伙伴，那我们一起来参访，就是各位手上拿的这个，它是所谓的永进家长约。那当初会做这样的设计，可能，因为我们有时候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都会接触到，那或者说有机会是可以看得到，那这样子的比较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伙伴，但是我们实在化的话，比较少机会跟他们做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接触，那或者说有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懂得怎么样跟他们去做相处。然后，其实，在我们社会很多的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啊，甚至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看不到，那是因为它跟我们已经有产生了一些距离跟隔阂。那有些人做这样的一个机构安排，然后来做教养的这个工作。那所以说，我们平常可能在道场出入的时候，那可能眼睛看到的。都是我们说比较健全的伙伴，那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幸运啊。那我们做这个安排以后，或许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很多角落其实还有很多的伙伴，他可能是没有如我们这样的一个幸运，这是其一。那其二，有时候我们说，那今天可能我们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伙伴，那或者说，或者以后我们的身旁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我们心里做怎么样的表示？那或者说我们可以怎么去接触面对？那我们整个行程的安排，我们一样8点要到这边嘛，跟原本的时间一样。那8点到这边以后，我们预计8点半要出发。那时候我们大概会花大概20分钟，我们行前大家再叮咛一下，到那边可能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那其实我们也不用说，因为或许有到那边2次啦，其实人家过得很开心呐。那或许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同情啦还是去就很肃穆啊那都那个讲的感觉嘛，就是说很紧张或者很严肃，倒不用啦。其实他们可能虽然是不幸归不幸那其实他们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他这个教养院本身，它收容的伙伴包含很多的残障，有所谓的智障，那还有身体的一个残障，所以去到遐可能大家会看到第一个可能。有些他有活动力，有些他可能躺在病床上，倒嘞，所以各种类型都有。那现在像各位手上拿资料，他们到那个武王庙或者说一些游乐地区然后做一些活动。那我们那天的一个行程安排，8点半做一个行前教育，8点20做个行前教育后，那大概我们预计8点半就要做出发。那集合地点我们还是先到这边，那集合地点先到这边，然后我们8点半出发。那交通工具这边会做一个安排。然后我们到了以后9点到大概9点半左右，然后他们的一个创办人会帮我们做一个环境的一个介绍。然后9点半到10点左右，那边有一个社工，吴小姐她会帮我们做一个残障，让我们有进一步的一个认识。